八字幾分鐘，今日講嘅係點樣起八字。首先我哋需要一本萬年曆，用萬年曆我哋就可以揾到八字嘅年柱、月柱同日柱。萬年曆呢本書其中一個封面，出版商嘅封面係咁樣嘅，而內容係咁樣嘅。好，起八去睇萬年曆，我哋需要知道立春係人月嘅第一日，驚蟄係卯月嘅第一日，清明係辰月嘅第一日，立夏係巳月嘅第一日，芒種係五月嘅第一日，小暑係未月嘅第一日，立春新月嘅第一日，白露係酉月嘅第一日，寒露係戌月嘅第一日，立冬係亥月嘅第一日，大雪係子月嘅第一日，小寒丑月嘅第一日。而喺萬年曆嗰度呢，我哋會睇見立春下邊有個時間，而呢個時間呢，就係立冬春 exactly 太陽經嘅位置。立春好似春分咁樣，係太陽經嘅0度春分，而夏至就係90度呢度，冬至就係270度，最遠離太陽，而個時間嗰個顯示嘅時間就係 exactly 到呢個位嘅時間，係比較係由天文台計出嚟嘅。好，我哋起時辰呢？我哋點樣起時辰呢？起時辰我哋需要一啲基本知識。10天干點樣去數呢？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，呢個就係佢嘅10天干嘅順序。而子時係固定嘅地支，喺邊個時間就係咩時辰，就好似子時2301到第二日嘅凌晨1點，丑時凌晨1點01分至第二日嘅凌晨3點，如此類推。好，起時辰我哋需要知道日元係乜嘢，跟住我哋就可以用五鼠遁口訣日上，即又叫做日上起時法，係用日元天干尋找個時柱地支。天干甲己還加甲，乙庚丙做初，丙辛從戊起，丁壬庚子居，戊癸何方出覓，壬子是真途。呢個就係五鼠遁口訣嘅詩詞，佢嘅意思大致上就係甲己日元時柱就由甲開始，乙庚日元就時柱就係丙開始，丙辛日元就係時柱就係戊開始，丁壬日元時柱就係庚開始，戊癸日元時柱就壬開始。好，我哋而家俾一個例子，點樣去起個八字，用個萬年曆同埋五鼠遁口訣。例如我哋而家想起一個八字係2025年3月3日15點30分出世嘅男或者女，起八字男女係冇分別嘅。首先我哋睇一個萬年曆，2025年係乙巳年，而3月3號係辛未日。我哋睇見上面係己卯，但係驚蟄係癸酉先到驚蟄，未到驚蟄，所以佢嘅月份係戊寅月。咁我哋已經係揾到
月己月至年戊寅月辛未日。咁我哋而家就揾個時柱出嚟啦。時柱我哋用午鼠頓口訣。我哋知道辛未日呢個生日出生嘅人係辛未日，日元係辛。所謂日元就係天干嘅日柱嘅天干，亦都係成個八字嘅心臟。日元係辛，對照翻午鼠頓口訣，丙申從戊起，即係由戊子時開始數23000100。15點30分，佢係喺申時之間15點01分到17點出世嘅。而戊子係子時，乙丑己丑，戊之後係己，子之後係丑，如此類推。庚寅、申戌、壬辰、癸巳、甲午、乙未、丙申，所以佢嘅時辰係丙申。於是乎我哋就得到以下嘅四柱八字：月至年、戊寅月、辛未日、丙申時。喺八字我哋需要留意到特別嘅注意嘅事項。唔同派系起八字都會有唔同。龍鳳胎大多數派系男 B 同女 B 都係用同一個八字嘅，因為男女起大運係完全唔同。遲下我會再講下點起大運。至於孖仔孖女，一般派系都係早出世嘅就用出世時辰，因為人月人時出世，佢就用翻人時。而細佬遲出世嗰個呢，就用卯時。另外，如果子時出世身呢，又有兩個唔同嘅派系，即是指2301至凌晨1點，其中一個派系嘅係2025年3月3日，2301至2025年嘅3月4日凌晨1點，佢都係用翻同一個日柱，以子時一到子時就係第二日，2025年3月4日就係呢個日柱出世嘅，都唔會話分早子同晚子。而另一個派系呢，就會分早子同埋晚子，即係未到12點凌晨，佢都係用翻嗰日；一過咗凌晨，咪就會係用翻第二日，即是2025年3月3日2300至凌晨前，我哋都會用翻2025年3月3日呢個日柱。相反，如果佢過咗凌晨呢，就會2025年3月4日凌晨1點01分到1點呢，